夜晚一個人喺屋企，電話突然響起。Hello，你中唔中意睇恐怖片呢？呢句對白係幾十年嚟嚇窒咗無數人。奪命狂夫系列冇鬼冇靈異，但係偏偏令人怕到入骨。到底點解普通嘅殺手、普通嘅場景可以成為恐怖嘅經典呢？今集就等你嘅巴達偉用心理學嘅角度，同你一一拆解奪命狂夫點樣擊中你嘅內心最深嘅恐懼。奪命狂夫 Scream 係90年代最具代表性嘅恐怖片之一。自從1996年第一集上映以嚟，呢個系列就已經成為咗恐怖電影嘅經典符號。佢冇超自然嘅鬼怪，亦冇血腥到眼都唔敢睇嘅畫面，但偏偏可以令觀眾喺夜晚聽到電話聲嘅時候，個心跳加速啊！到底呢套戲有咩魔力，嚇足幾代人？如果用心理學角度嚟睇，我哋就可以發現，奪命狂夫之所以咁恐怖，唔係單單因為有殺人嘅情節，而因為佢擊中咗人性最深處嘅心理弱點。我哋就乘住呢個系列30週年，同大家一一拆解奪命狂夫嘅核心要素。首先，佢第一個好重要嘅核心元素就係現實性。佢同好多恐怖片唔同，就呢個系列入邊冇鬼，亦都冇鬼怪，冇惡魔，冇惡靈，兇手只係啲普通人，一個會打電話、會講笑、會講爛嘅、會講冷笑話嘅人。而更加恐怖嘅係，佢係可以喺你身邊嘅人，可能係朋友啦，可能係同學啦，可能係老師啦，可能係校長啦，甚至乎係有親密拍緊拖嘅另一半啊！一種現實嘅設定，其實就打破咗傳統恐怖片入邊嘅安全界線。我哋成日都覺得，哇，鬼故係虛構嘅啫。你咩惡魔啊、妖魔啊，啲假噶嘛？但係當有一套電影好實在咁話俾我哋聽，恐怖其實就係喺我哋屋企啊！我哋日常用嘅電話，我哋平日返嘅學校入面，原來係有一個惡魔、一個衰人，有危險噶。咁我哋入面嘅心理防線就開始崩潰。所以呢個現實性其實就係令到奪命狂夫能夠咁貼地、咁打動人心嘅最重要嘅一環。另一個好關鍵嘅心理層面，其實就係所謂嘅現實失衡理論啦。奪命狂夫嘅導演其實好擅長將一啲熟悉嘅場景變成地獄。原本明明只係一間好普通係郊區入邊嘅屋啫，好普通嘅一次電話對話，你同我都會做噶啦，同朋友喺電話度傾偈噶嘛。或者係一個好普通嘅廚房，即係大家都有個廚房入邊嘅一把刀，但畫面一切換，音樂一拉高，觀眾就已經進入咗危險嘅模式。喺心理學上，當一件我哋熟悉嘅事物同恐懼聯繫埋一齊嘅時候，我哋人嘅思維就會感到矛盾失衡，我哋個腦就會開始產生類似恐懼失控嘅反應，而結果就係，即使我哋行返出戲院，套戲已經完咗啦，但係當我哋見到同樣嘅場景嘅時候，例如突然間聽到電話聲響咯，又或者當我哋一個人行入個廚房，準備個雪櫃度攞嘢嘅時候，我哋心入邊都會不自覺驚一驚，諗翻起電影嘅情節，咦，會唔會有一啲壞人，有啲殺手匿埋咗喺電話後面同我傾偈，或者匿埋喺個廚房入邊黑暗嘅角落望住我呢？一種聯繫性帶嚟嘅現實失衡理論，就令到
觀眾更加投入，分唔清楚邊樣係現實，邊樣係虛幻，就呢種疑幻似真嘅感覺，令到奪命狂夫別樹一格。而講開電話，其實個電話就係呢個系列入邊最經典，亦都係最恐怖嘅象徵。電話，你同埋我同埋佢，其實都有噶啦。本來只係一個好普通用嚟聯絡人嘅工具，但喺奪命狂夫入邊，佢就變成咗一個死亡預告。當 Ghostface 呢個殺手有把半開玩笑、半玩嘢嘅聲音喺個電話入邊出現嘅時候，我哋觀眾嘅第一個反應就係入侵感。我哋覺得我哋嘅私人空間俾人打開咗。心理學入邊有一個現象叫做日常物件恐懼化。一個日常物件恐懼化就係講緊，當一啲我哋平日每日都用到嘅日常用品被賦予咗一個死亡嘅暗示嘅時候，我哋嘅大腦就會產生一種條件反射式嘅焦慮。所以好多觀眾喺睇完呢部戲之後都話，聽到電話聲就會心寒，就諗翻起戲入邊嘅殺人場面。而除咗氛圍之外，其實奪命狂夫亦都用咗一個極度高明嘅敘事層面，就叫做自我監控同埋無力感。佢套戲入邊嘅角色成日都講，如果我係恐怖片入邊嘅角色呢，我就唔會咁樣做啦，我呢就會咁。但係最諷刺嘅係，其實佢哋最終都仍然照樣中伏嘅喎。心理學入邊一種明明識得避，但係又避唔到嘅情況，就叫做習得性無助 （learned helpless）。習得性無助，我哋觀眾就會慢慢代入角色嘅視角，就會一樣感受到無力感。當我哋知道咗規則之後，我哋就好似都無法擺脫命運。我已經知道唔應該咁做啦，但係點解仍然係犯錯呢？仍然中伏嘅呢？一種無助感先係最恐怖。我明明已經睇咗好多恐怖片嘅啦，點解都仍然會被殺嘅呢？一種已知結局但係仍然被捆綁嘅恐懼方式，比突如其來嘅 jump scare 其實係更加深入我哋嘅腦入邊。而且 Ghostface 呢個戴住白色面具嘅角色，其實唔單止一個殺手，佢都係人性陰暗面嘅投射。佢每一集嘅兇手背後都有唔同嘅動機，有啲係為咗報仇，有啲係為咗出名，有啲係模仿殺手，亦都有啲只係想得到關注。心理學會叫呢種現象做存在感渴求啊。當一個人覺得自己冇被到世界認同，冇存在價值嘅時候，就會將呢啲行為極端化，去證明其實我都好重要啊。Ghostface 之所以戴住面具，其實就代表咗佢拋棄咗人性嘅道德，佢用暴力去重新去建立佢嘅權力感。恐怖片入邊嘅面具，其實亦都係現代社會入面嘅面具象徵。而最聰明亦都最具突破嘅地方，其實就係奪命狂夫玩咗一個叫做原罪師，即係佢電影入邊嘅角色，其實自己都知道佢喺一個恐怖片嘅世界入邊。佢哋成日都會討論恐怖片嘅套路，例如佢會話：哎呀，處女咧係唔會死嘅，又或者咧千祈唔好話我轉頭翻嚟喎。通常喺恐怖片入邊話轉頭翻嚟嗰個又係一定會出事嘅。佢哋呢種自我覺知，令到觀眾都唔再只係第三者，反而好似同佢哋一樣經歷緊呢個遊戲，因為觀眾都知道呢啲規則嘛。咁我哋個代入感就係更加強啦。心理研究亦都顯示，當觀眾感覺自己捲入情景嘅時候，大腦處理恐懼嘅區域
亦即係杏仁核就會特別活躍。換句話講，奪命狂呼令人恐懼嘅唔單止係個畫面，而你自己都被捲入咗戲入邊嘅規則陷阱。再加上奪命狂呼上映嘅時候，其實係90年代中美文化嘅轉變期。嗰陣啱啱開始興家用電話，啱啱開始興錄影帶，青春校園同埋流行文化開始有個碰撞。而 Ghostface 就係呢個年代入邊焦慮嘅集合體，就講緊科技滲入咗生活入邊，但人際關係亦都越嚟越疏離。實際上最新一集嘅奪命狂呼亦都有探討到最新嘅科技 AI。呢一邊雖然講殺人，但其實佢實質上描寫緊嘅係數碼時代嘅孤獨啊！現代觀眾重溫時候就會發現，嗰陣時嘅恐懼其實同依家都係一模一樣嘅，都係充滿住監視、充滿住控制、充滿住懷疑。佢講緊嘅唔止係死亡，而係資訊時代下面被監察嘅不安。有啲人話奪命狂呼都冇鬼，所以咪唔恐怖咯。但其實佢嘅恐懼係更貼近真實，因為鬼或者妖魔或者怪獸，即係啲虛幻嘅嘢。但人心嘅黑暗先係唔會走，所以佢提醒咗我哋，恐怖唔係一定靠怪物，唔係一定靠鬼，真正可怕嘅其實係戴住個笑臉迎人嘅面具，嗰把講笑嘅聲音，又似曾相識嘅人。所以點解奪命狂呼可以嚇足一代又一代，可以歷久常新？因為佢唔單止係一個故事，而一面鏡子。喺鏡入邊反映咗嘅就係人類對孤獨、對被背叛、對被監視嘅深層恐懼。當安全感崩潰嘅時候，當熟悉感變得陌生嘅時候，當夜晚我哋一個人行過走廊，電話聲突然響起嘅時候，我哋腦入面嘅反射式不安，其實就係奪命狂呼想觸發嘅恐懼原型。所以恐怖嘅唔係 Ghostface， 而係鏡頭前面、屋入面、電話嘅另一邊，可能隨時會成為下一個目標嘅我哋。你又對奪命狂呼邊一集最深感受呢？最嚇到你嘅又係咩位呢？歡迎留言話俾大家知。我哋下次再見，拜拜。